我哋計劃移去 Mars 啊？地球咧啲人有啲太空人就話可能 Mars 會好好咁Mars 其實咧本身咧係好似 oxygen， 跟住過咗1000萬年 Mars 咧就會好過地球咯，因為啲人知道之前做咗啲嘢就要做翻壞嘅嘢嘅 opposite。即係 good 嘅嘢啦，跟住咧咁 Mars 同 Earth 咧就會喺個 planet 多一個地球係多一個地方可以 live 啦，但係地球咧就會差過 Mars 咯。但係而家 Mars 而家得係好似20定25定37% 咧係 oxygen 嚟嘅，得咁少啫。跟住其他係carbon dioxide。carbon dioxide。係啊。係啊，我哋 live 唔到喺個 Mars 度 right now。係，但係過咗1000年就可以啦。1000萬年可能啦。